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风台伫昨暝8点出海了后，半暝啊4点左右，各位做赢第2届来登陆，搁带来着大风大雨。这个高雄上大阵风是高达着11级。咱的记者伫风台的第一线采访，是互风雨吹甲参徛都徛袂在。另外，伫凤山区地方池是满水位，大路是淹大水。 大雨直直上，秘书是要将这个道路甲洗好清气。江振峰甚至将过来张树瓦全部洗断。海葵风台昨暗为高雄出海了后，今仔日早夜又搁为做赢第2遍登陆，搁带来透风大雨。高雄市的风雨现在是非常的大，真的是刮起强风暴雨哦。花市记者甲民众敢来当勉强秘伫顶仔卡条外后壁，因为江振峰是一直线，就算连徛拢徛无啥会知。机车的骑士敢来当细路，都连过路人行路买平。透过镜头，你也可以感受到，在市区的风力呢，还是非常的强劲。会当看到咱的记者连徛拢徛无啥会知，因为高雄上大阵风来到11级，包括着左营、高山等等的地区，拢会当感受到风台强大威力，雨水嘛是同款，上真大。无论是路数呢，还是积水的情况呢，都是持续的在增加哦。高雄市凤山区1点钟的雨量强强来抢管，杜峰池是已经满水位，大水更加是灌入比较民众的徛家，互家具全部拢来浸水。风台虽然已经豆豆离开，不过也是对南台湾继续带来降雨，民众也是爱做好防灾的准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